有一间咧主办文创市集的设计公司，互人指控9月向取消11月倒数音乐节活动，这2个月期间嘛，拢无回应互民众退票的资讯，一直到昨面大甲消费者开记者会了后，才紧急来宣布退票的办法。业者强调会主动来联络消费者，嘛赶紧互大家来完成退票。 台下观众对着音乐热手，以文创市集拍开知名度的皮木川设计。去年伫高雄举办倒数音乐节，真受欢迎。原定11月继续举办，却伫9月临时取消，并传出退费争议。有民大接到定情，25透早陪消费者开记者会。该处理的退款都还没有处理，但是他们却还是继续在 办理其他县市的活动，这次请了比较多韩国的乐团。那韩国朋友来台湾的机票跟住宿，在9月30号才取消的情况下，已经都没有办法进行退款了。消费者指控皮木川先用爱骂的留言回复消费者，互人误会介意的歌手嘛会参加，宣布取消活动了，对问退票进度的信息甲留言拢无回复。消保官呢，会协助我们消费者以一切的法律 方式，比方说申请法院职务命令或者诉讼的方式。高市消保官目前已经收到8件申诉，地方民代嘛受理到300张，总金额大约78万的退票定情。业者一直到20才发出退票的公告，并表示作业时间需要60天。执行专案的能力也有限的情况下，用网络购票、实体机台购票的这个民众，我们收到就会陆续去信件做处理啦，不会是说全部都是统一，可能就是收到之后60天。25透早，业者办公室大门锁的，进前就发生拖欠市集拖赏费用的问题，即马佫因为音乐节传出退票的争议。 业者表示，当伫收集退票的名单，嘛会主动联络还未申请退票的消费者，赶紧完成退票。记者陈宏武、寇正准高雄报道。